喂，肥榮，你呢個新年暑假你有冇去旅行啊？有啊，我去咗日本啊，因為睇新聞知道，8月日本宮崎縣7.1級地震會有機會誘發南海海潮嘅大地震，日本嘅地震會越嚟越多，所以諗住趁住年頭去玩先咯。係咩？咁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關於南海海潮嘅板塊運動嘅情況啊？當然可以啦。南海海潮位於日本南面海域，佢係屬於菲律賓板塊同埋歐亞板塊之聚合性板塊邊界。菲律賓板塊喺每年5厘米嘅速度俯衝去歐亞板塊之下，喺板塊相對運動嘅情況下，壓力會喺地殼上邊累積。當累積嘅壓力超過咗嗰塊板塊所承受嘅壓力嘅時候累積嘅能量就會喺短時間內釋放，導致地震。根據歷史，自684年嘅天母地震喺1400年間，南海海潮每隔100至200年就會發生8級或者以上嘅巨大地震，而且喺最大嘅地震喺1707年嘅8.6級寶榮地震。呢一次嘅地震引發咗巨大嘅海嘯，並造成咗超過5000人嘅死亡。哇！咁南海海潮板塊運動會對日本造成咩影響啊？近期日本官方機構嘅地震海嘯專家就話，南海海潮發生嘅地震潛在多次警告，並話喺嗰度發生地震嘅時候，日本關東至九州一帶嘅太平洋沿岸有可能會面臨超過10米嘅大海嘯，提醒市民要隨時為南海海潮地震做好準備。哇！咁得人驚？如果日本地震嘅話，會唔會對香港造成咩影響㗎？根據香港天文台網誌提到，香港位於歐亞板塊之內，並非位於板塊邊界或最接近環太平洋嘅地震帶嘅地方都有600公里，所以唔會受到即時發生嘅板塊邊界或者地震帶附近嘅巨大地震影響。然而，香港在過往都有曾經記錄到海嘯所帶來嘅輕微水位異常，例如喺2011年嘅日本海溝3119級大地震，當時香港錄到最高嘅水位異常係0.2米。由於南海海潮比日本海潮接近香港，當發生大地震嘅時候，香港都有可能會記錄到輕微嘅水位異常。當南海海潮發生地震之後，海嘯波會大概喺地震發生6個鐘之後會抵達香港東南部，並且喺1至2個鐘之後會抵達香港西北沿岸。明白晒，聽完你講之後，我對南海海潮板塊運動有更多嘅知識。多謝你啊！我哋係時都差唔多放學㗎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拜。拜。